你怎么知道会到这里来？猜的。哪里对你来说危险，你就会去哪里。那你为什么来这里？也是猜的。我们还没退房，还欠人家的钱。小姐，放轻松点。你不是下人，不需要伺候人。来，我来敬你。只要在食物里放上一点点。能不能回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？如果你希望帮助别人，别人并不了解你，也不需要你的帮助，你还会继续下去吗？如果别人不领情，你要硬帮他的话，你要帮他的事未必能办得好，反而会被别人说你多管闲事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便会放手离開。那你為什麼還留下來？小姐，你別悶不樂的呀！啊，來呀，多漂亮呀！這是，哎呀，小姐，好看呀！這個呀，顏色好，這多好，很素的。哎，小姐。小姐，飞驼商队的人誤解你，恨你，可是你還是替他們找內奸，你這不是多管閒事嗎？他們之間的事由我引起，我有責任和義務向他們解釋清楚。
還記不記得為什麼刺我一劍？我以為……你以為我是通敌卖主？哼，你都可以這樣想。其他人呢？你認為你可以改變這事實嗎？還記不記得在戈壁灘上對我說的那些話？你說，如果人走了就證明不了自己的清白。你還說，名譽清白跟性命比較，哪一種重要？那時你還問我，要我在兩者中去選擇，我會選擇什麼？清白。生命不在長短，重要的是活得有意義。那你打算什麼时候罷手？我要找到请我来的老匈奴，因為他與失蹤的旗主和一群無辜的孩子有關。那你會避開那些要追殺你的人嗎？我根本不知道誰要殺我，誰要救我。如果南天星也要殺我，而我又沒有辦法逃避的話，你会如何？他說了，如果你要願意，他可以保護你。他的勢力那麼大，他能做到。那瓶金疮藥是他給你的，你為什麼騙我？嚴大俠，有事嗎？有人到拉伊克站，要我把這個交給你。正大光明，這什麼意思啊？這就是一家賭場，名字就叫做正大光明。這件是飞陀第8旗主黑鹰的，他說了些什麼？如果一個時辰還沒有見到燕逍遙，他就殺了來意的全家。對不起，讓你為難了。来意應該報答恩公。你說像這樣我能不去嗎？你们什么人？这个布袋是从哪里来的？它的主人在哪里？龟娘。蒋球，龟娘，七哥、秋离、四哥，小妹啊，还不把刀收起来啊？啊，走。你留下来帮我照顾拉伊和他的家人。
我還以為你死了呢。哎呀，我要不拿这个小布袋子引你，你怎么会来呢？你放心吧，四哥就是真死了，也不会把你送他的东西给丢了。对呀，我差点把你杀死。哎，老四啊，还不向人家闺娘赔罪？赔罪，是，赔罪，赔罪。哎，我说你们怎么打扮这么神秘？啊，你让他说吧。我们不想让飞陀客栈的人知道我们的行踪。是啊，老四呢怀疑客栈内有内奸，所以叶逍遥才可以轻而易举的将我们击败。那你们这次来有什么计划吗？首先呢，要弄清楚燕逍遥在哪里；其次呢，要想办法把他给抓住，救出几位旗主。哎，四哥，要说啊，抓他没什么用，直接就把他给杀了。哎，老是这么冲动啊！说得对，我们是想要燕逍遥死，但在真相没有查清楚之前，绝不能轻易妄动。那我可告诉你们啊，如果他先出刀，我可不敢保证誰的死活。哎，以往燕逍遥之所以能夠輕易成功，主要是能夠分散我們的實力，加上有內奸，所以我們這次行動要共同進退，不能單獨行動。對。那八哥在哪裡？我們要不要等他一起來？啊，是這。我聽說八哥他可能已經到了。真的？對。看，你們還說我急呢，八哥比我還急，說不定啊，他現在已經找燕逍遙算賬去了。唉，我們現在勢力單薄，除了應付燕逍遙之外，謝司寇也對我們虎視眈眈。他表面上是來查探義父與班勇少將軍的事而來，但他實際上曾經對我旁敲側擊，打聽孔雀刀的事，而且還對秋林父親的好友美玉侯加以誹謗。我怕他居心不良。真是豈有此理！美玉侯一定與他有過節，所以要重賞他。是非黑白自然會有水落石出的，我們還是謹慎一點比較好。但是我覺得這樣做對不起美玉侯，畢竟五哥與燕逍遙比武的時候，他曾拔刀相助。對，老四啊，你是不放心美玉侯吧？其實啊，這次朝廷來人，我也沒什麼好感。不如這樣，我們等八爺到來之後，再從長計議如何？好，這事兒就這麼定了。貴娘，你千萬記住，我們得到的消息千萬不能傳開。好。基地實地，我們先走。好，走吧。当我要杀谁的时候，我都要和他賭一賭，看着他的運氣。要是他的運氣比你好呢？那他先動手。我並不想跟你賭。你這什麼意思？我跟你賭，只不過不想跟你動真刀。如果我贏了你，你要將幾位旗主的下落告訴我。我只想找個清靜一點的地方，跟你好好談談。哼，你還想故技重施？幾位旗主就是這樣失蹤的。燕逍遙，你這個小人！那我就動真刀。好，爽快！
箭！拉伊，怎么是你啊？你以后不要在人背后鬼鬼祟祟的，这样多危险呢！真假黑鹰都分不出来，还到沙漠里当刺客。一个人从来没有见过狼和狗，别人告诉他狼就是狗，你说他能不信吗？我救了你，你不谢我，反倒骂我。只怕你并不是来救我的。哼，你还算聪明。我杀他们，不是他们假扮成我，而是因为你现在还不能死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们的损失会更大。姓燕的，你少要挟我。你还不知道我们飞驼商队有5戒12律，其中之一就是不管受了多大的损失，也不受对手要挟。你也好好想清楚，我们如果软弱可欺，也不会发展到今天这种规模。请问阁下有何建議？黑鹰別的本事沒有，自信射術還可以，在這沙漠裡可排第1。今天你受傷了，贏了你也不算英雄。我給你個建議，你如果不想死，就到飛駝客棧來找我，把那幾位弟兄送回來，咱們的恩怨一筆勾銷。如果你想死的話，明天太陽升起來的時候，咱倆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。地點我再通知你。就。
讓我看看。我没事儿，我听你的话，他们都没事儿。燕大侠，不关他的事。发生什么事？刚才有人用刀挟持拉伊的家人，玛瑙姑娘为了不让我的家人受半点伤害，便放下了剑。结果他们就把玛瑙姑娘打成了这个样子，然后就走了。他们到底是谁？不知道。那瓶军疮药呢？不用了，我都好了。哎，哎呀，不用了，哎呀，你看我都不疼了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来，涂上。不用了。哎呀，真的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真的不用了，真不用了。这我有毒。发现有毒，所以不让我涂。你怕我中毒？我知道了。你怕我知道了会去报仇？放心吧，好好休息。很快就会好的。卑职已经勘察了现场，先前出现的那个黑鹰是假的，是別人易容裝扮的。葡萄城裡易容高手是誰呀？是一個咒奴，天竺人，他的名字叫達卡。啊，咒奴要殺燕逍遙不是什麼新鮮事兒。有趣的是，咒奴居然利用飛陀商隊的名義去殺燕逍遙，夠狠！夠毒，一石二鳥啊！既可以鏟除燕逍遙，又可以給商隊送去一份厚禮。哼，跟我走。是。八爺，請。八哥。哎，鬼娘，你辛苦了。八哥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八爺一到，全城都震驚了。八爺為咱們飛陀商隊出了一口氣啊！我相信葉逍遙今天晚上一定會來的。你見到葉逍遙了？八爺救了燕逍遙，還限他明天天亮以前要來交代。我相信這件事很快就會解決。八哥，有幾個人想單獨見你。
司寇大人駕臨，不知有何赐教？哼，免礼。本官冒昧的造訪，是因為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特地來向娘子請教。不敢，天琴願聽大人指教。飞陀第8旗主黑鹰約那個燕逍遙去正大光明賭場決鬥，這個事兒您知道嗎？這件事驚動全城，天琴略有所聞。您是事先知道的，還是事後知道？我既不認識飛陀商隊的人，也不會未卜先知，我怎麼會事先知道呢？那就奇怪了。娘子身為貴教的護法，連自己教內的事情都不知道嗎？教內的事，我聽說是飛陀隊的八爺與燕逍遙比武啊。那個死去的假黑鷹是貴教的人幫他易的容，而且襲擊燕逍遙的人都是穿着貴教的服飾，你能說與貴教無關嗎？如果說你連這些事情都不知道的話，那你這個護法又是怎麼當的？我們聖教的弟子繁多，有各行各業。如果弟子們每天所做的事都要我批准的話，這個護法還怎麼當？再者，所謂咒奴的服飾也沒什麼特別，在集市上就可以買到。也許你真的不知道這件事情，但是我可以肯定，下令殺燕逍遙的人不會是你，因為你認識燕逍遙已久，而且交情甚深，你不情願殺他。真正下令殺燕逍遙的人是東天王。大人未免太武斷了吧？本官不是針對娘子而來的，而且娘子托南侯爺送給本官的禮物也十分厚重，我怎麼會難為你呢？本官以大漢朝廷私立校尉的名義宣布，貴教東天王必須在3日之內到官府來見我，否則我要調動大軍清剿全城的咒奴。天琴娘子，我很討厭有人跟我撒謊。大人，為何非見東天王不可？見到你們東天王，我自然會告訴他。告辭了。大哥，燕逍遙絕不會輕易放手。我想，就再怎麼跟他說，他也不會放過我們幾位哥哥。是啊，看他的所作所為，確實詭計多端。我還是同意四哥的說法，我們現在馬上到拉伊客棧來個措手不及，先把他生擒，然後再慢慢逼他說出藏幾位弟兄的地方。八弟，你認為如何？商隊之所以在西域受人敬重，主要我們守信、重道義。今天我當眾答應了燕逍遙，如果突然出爾反爾，必定遭人恥笑。八哥，這是性命攸關啊！燕逍遙不過是個手段卑劣的刺客，我們捉他也是為民除害。為民除害，也不能背信棄義、不擇手段。就算是偷生在世，也為世人所恥笑。我同意老八的見解。木狼，你的意見呢？对，老四說的有道理。我們就讓燕逍遙再多逍遙一天吧。八哥，我還是擔心明天的比武。我也是，我總覺得燕逍遙會用什麼詭計，
聽天由命，輸了就怪自己技不如人。八弟，你這樣我就不同意。現在不是分個人伎倆高低的時候，我們必須擊敗燕逍遙。這不是個人的行為，而是為了飞陀商队。对，其實比武嘛，這只是個借口。八哥，你看這樣好不好？咱們明天提早出發，待燕逍遙一到，咱們就直接把他拿下。比武就是比武，他贏了他走，他輸了交代各位弟兄下落。我今天當着大家說得非常清楚，如果用任何诡計的話，我都反对。八哥，五哥当初就是因为太守规矩，結果才上了燕逍遙的當，到現在還是下落不明。我們這次跟你一起去，也是為了以防萬一。對呀，我看是這樣吧，到時候我們三兄弟都不露面，好讓燕逍遙低估我們的實力，感覺有機可乘。如果他知道我們都在，八哥，我估計他明天不會跟你比武。你們有你們的策略，我不管。我要光明正大的打敗燕逍遙，救出咱們兄弟。我今天給大家說清楚，也請大家不要破壞我的比武，這樣就算我死了，我也問心無愧。老八，你這算幹什麼？大家平心靜氣的好好說嘛。我已經非常平靜了，你們怎麼想我不管，叫我不守信用。你們看錯人了。八哥，八哥。八哥真是個犟牛，不可理喻。四哥，我們不能讓八哥一意孤行。算了，老八的性格大家都知道，由他去吧。這樣也好，我們就將計就計。你們如此大膽，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冒充飞陀的人去殺燕逍遙，一定是百花的主意。你不但殺不了燕逍遙，還讓飞陀商隊對我們懷恨在心，不知道你居心何在？姐姐懷疑我的居心？燕逍遙殺了我們的兄弟，姐姐你不清楚嗎？你這樣術士無睹，姐姐，你又居何心呢？我只是擔心如此下去，這聖教還如何了得？於是只顧一時之快，不做長遠的打算。哼！就算要回孔雀刀，聖教也不能維持。當務之急就是殺了燕逍遙。如果姐姐還念舊情，不願意下手去做，我百花可不願看着兄弟們白白流血。白花說得對，殺了燕逍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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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，你如果真想要回孔雀刀，就應該領着兄弟們殺掉燕逍遙，否則就請你離開百花屋。離開百花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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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離開百花屋，應由東天王來決定。我提醒你，當心點。
你好好休息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答应你，一定带你回中原。那明天，等你伤好了再说。你看，我都好了。你这样不算。我没事了，你看我也不疼。哎呀，你不去找侯爷好吗？是不是我答应了你，你就乖乖睡觉？嗯？那我就答应你，只要他不来惹我，我就不去惹他。说话算数。算数。来。睡吧。